会员？抢劫嘛！干嘛？给我手机，脑子有病！哎，给了吗？哎，把手机给我，我能打起来，别让地方那扫码我忘记。哎，周三，脑子有病！给我手机。哎，你好，给我。那个有个人抢我们的手机。本着110来了，Yaklı basanla bulduk ama sen. 这个刚刚我报过一次警，然后警察没来，现在这个人从车上把我的手机给抢走了。在呢，我现在把手套在他的口袋，他都不给我。那个派出所，那个西河街派出所的人，你给我讲，那个人给我打过电话了，然后我跟他说，西河街说，那个挡我车的人他是他的人身自由，根本就没管，谁管这个事情啊？没有法律吗？我说哦，都